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？2008年咧北京奧運咧喺游泳項目咧就刷新咗好多紀錄喎。咁啊，究其原因係乜嘢咧？係咪運動員嘅水平係高咗咧？嗱，運動員水平係不嬲都進步嘅。咁但係更加重要咧就係科技嘅配合啊！咁啊，曾幾何時咧當年咧竟然出現咗一件叫做鯊魚皮泳衣喎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嚇？咁啊，鯊魚皮泳衣嘅出現咧，可以講到話係一個運動嘅科技嚟嘅。咁但係問題咧，就似乎將成個游泳比賽咧轉向咗唔係人嘅技術去比拼啦，而係由你嘅器材咧去比拼㗎。你有鯊魚泳衣嘅，你咪優勝啲咯；冇嘅就唔得咯。咁啊，基本上就唔得公平啊嘛。咁所以咧當時有人咧就用一個詞語形容呢個鯊魚皮泳衣係咩咧？就叫科技興奮劑啊！咁一講到興奮劑，知道咧喺奧運嘅世界咧，運動嘅世界係禁止興奮劑噶嘛。所以咧喺2010年咧，鯊魚皮泳衣咧就開始絕跡於呢個比賽場上面噶啦嚇。咁靠嘅係咩咧？當然係靠翻運動員本身嘅能力啦、毅力啦，同埋拼搏精神啊！